主內平安，各位平安。今日好高興星期六同大家繼續分享神嘅話語。今日同大家講嘅題目係因果關係。唔少人相信因果呢個定論，亦都有好多人唔相信。無論相信或者唔相信嘅人，佢哋其實喺無意之間都會講出頭上三尺有神靈，或者係人在做天在看。背後有啲道出一個真理，就係話，無論你所做嘅乜嘢事情，你都會有一個嘅因果關係。所以喺我哋嘅行為上面，我哋必須要小心，免得我哋遭遇禍患。不過亦都有啲人話你睇下呢個世界上面好多壞人，佢做咗好多壞事，佢哋依然生活過得好好啊，邊有因果關係㗎？事實上係咪咁呢？其實我哋要知道，我哋唔可以淨係睇表面，因為人總是將最好嘅顯露出嚟，將唔好嘅地方收埋。有啲嘢我哋睇唔到，唔代表佢冇發生過。所以無論點都好，我哋都要清楚知道，我哋所作出嘅行為必須會有相應嘅結果。今日要講大衛，佢因為之前所作嘅一切嘅惡事，神用相應嘅行為、相應嘅手段嚟到懲罰佢。繼續講落去之前，我哋同低頭祈禱。主耶穌，感謝你，多謝你今日俾我去講呢個題目因果關係，帶領我哋以下時間感恩祈禱，奉靠我主耶穌基督之名，阿門。上次講到呢個嘅宮廷嘅先知約拿單，佢指責大衛嘅惡行之後咧，大衛佢悔改，真心悔改，痛哭悔改。神儘管係除掉咗佢嘅罪，但係神同約拿單透過約拿單向大衛講：神雖然係除掉咗你嘅罪，但係淫亂同埋刀劍喺你以後嘅生活裏面，都會喺你嘅家庭裏面發生。首先就係大衛嘅長子暗嫩就強姦咗佢同父異母嘅妹妹他瑪，繼而就係呢一個嘅兄弟自相殘殺，跟住就係佢嘅心愛嘅兒子叛亂，最後就係佢心愛嘅兒子被佢最信任嘅元帥約押所殺。大衛嘅長子暗嫩因為好喜歡佢同父異母嘅妹妹他瑪，同埋因為喺以色列人嘅律法裏面咧，佢哋係禁止呢個同父異母嘅兄弟姊妹係發生呢一個嘅姻親關係，呢個嘅係唔可以容許佢哋結婚。喺無計可施之下，呢個嘅暗嫩就誘騙咗佢妹妹入去佢嘅寢室，就將佢強姦咗。大衛知道之後非常之憤怒，但係大衛冇作出任何嘅相應嘅懲罰，因為大衛佢本身其身不正，佢自己亦都曾經犯咗呢啲咁嘅奸淫罪，去將人哋嘅老婆搶咗返嚟，跟住同佢發生性行為。所以大衛點樣去責罵佢個仔，點樣去懲罰佢個仔咧？所以大衛只有憤怒。我睇下大衛喺聖經裏面點描述大衛當時嗰個情景。喺撒母耳記下13章21節講：王聽見這事，
就甚發怒。嗱，聖經裏面好簡單就係講出大衛當時嗰種感受，就係好嬲，但係乜都冇做過喎。咁結果導致到佢另一個仔押沙龍，就係他瑪嘅親哥哥，係同父同母嘅哥哥，對呢一個嘅暗戀咧，就非常之憤恨，同時亦都埋下咗一心要報復同埋要殺害佢哥哥暗戀。最終呢個嘅他瑪哥哥押沙龍，佢揾到機會喺呢個嘅剪羊毛嘅節期間咧，佢就係喺屋企裏面咧舉行一次宴會，邀請佢所有嘅兄弟嚟到佢屋企咧，嚟到去飲宴。咁其中一個嘅兄弟咧就係呢一個嘅暗戀。嗱，暗戀咧，佢知道押沙龍係呢個他瑪哥哥，佢依然去赴會。點解咧？因為押沙龍喺佢妹妹他瑪被呢個暗戀強姦之後，佢一直冇表露喺呢個嘅暗戀面前表露一啲嘅唔開心嘅表情，亦都冇表示到對佢嘅憤恨，所以暗戀就放下咗呢一個嘅戒心去赴會。咁結果喺呢個飲宴期間咧，暗戀呢個押沙龍就吩咐佢啲僕人，就將呢個嘅暗戀咧就殺害。暗戀死咗之後，大衛就非常非常之傷心。同時呢一個嘅押沙龍因為謀殺咗佢哥哥呢個嘅暗戀，就開始過啲逃亡嘅生活，走到佢祖父嘅家裏面基述呢個地方嚟到去生活。於是我哋睇到大衛同時失去咗兩個兒子，一個就係死咗嘅暗戀，亦都有一個另外一個就係呢個嘅逃亡嘅押沙龍。嗱，我哋睇下當時呢個押沙龍係逃亡嘅時候點咧？喺撒母耳記下13章37節，佢話押沙龍逃到基述王亞米忽的兒子達買那裏去，大衛天天為他兒子悲哀。呢個兒子當然就係指押沙龍啦，即係話雖然押沙龍殺死咗佢個大仔暗戀，但係大衛都依然好非常之掛念押沙龍，而且係非常之悲哀。有一日呢個嘅元帥約押，佢知道大衛好想念佢嘅兒子，於是佢諗咗方法去將呢一個嘅押沙龍接翻嚟皇宮，令到大衛感到欣慰。但係因為種種原因，大衛冇接見呢一個押沙龍，而且有2年之久。押沙龍心裏面就感覺到係非常之唔開心。佢認為約押，你既然帶我翻嚟皇宮，點解亦都唔帶我見父王咧？喺呢2年期間，佢開始對約押產生呢一個負面嘅感受啊，係或者有少少係怨恨呢一個嘅約押。於是佢做咗一啲唔應該要做嘅事，但係亦都無可奈何，因為佢想見佢父王，令到約押喺佢父王面前講個説話，讓佢有機會去見呢一個約押。呢件事情係乜嘢咧？我哋睇下呢一個嘅撒母耳記下14章30節點講咧？所以押沙龍對僕人說：你們看，約押有一塊田與我的田相近，其中有大麥，你們去放火燒了。押沙龍的僕人就去放火燒了那田。話呢塊田有大麥啊，即係呢個田咧係非常之肥沃嘅。咁押沙龍就燒咗約押一塊田，一塊非常之肥沃嘅田，或者係對呢個約押嚟講係非常之珍貴。押沙龍知道之後就非常之嬲啦，係咪？咁佢但係都無可奈何，因為佢始終係大衛嘅仔，佢唔可以對佢作出啲乜嘢嘅行為嘅。
咁但係佢亦都知道，因為自己冇去幫呢一個嘅押沙龍去見王嘅面，所以佢最終喺不情願嘅底下去幫呢一個押沙龍咧係見佢個父王。咁當呢個押沙龍去見咗父王之後咧，呢個大衛同佢親嘴，即係話呢度睇到就係大衛其實好愛押沙龍，亦都好想同佢見面。但與此同時，約押已經懷恨呢一個嘅押沙龍，而且埋伏咗報復嘅心。咁之後我哋會睇到約押係點樣對付呢個押沙龍。嗱，由於呢一個大衛嘅臣僕咧，佢哋疏於朝政，或者咁講啦，亦都係因為大衛懶惰啊，冇去嚴厲咁監察佢啲嘅臣僕，而疏於呢個朝政。而佢嘅臣僕疏於呢個朝政，我哋知道以色列人咧，佢哋有一個慣例咧，就係嗰啲嘅臣僕咧，每朝早都會喺城門口咧去接見唔同支派嘅以色列人，去聽佢哋嘅訴訟，從而咧去為佢哋作出公義嘅審判。但係大衛嘅臣僕冇做到呢樣嘢喎，咁結果就讓呢個押沙龍就有機可乘。押沙龍佢每朝早都會去到呢一個嘅城門口嘅道旁咧，去聽呢啲嘅唔同支派嘅以色列人佢哋嘅一啲嘅唔公平嘅訴訟，或者發生一啲嘅衝突，佢都會好公義嚟到去審判。我睇下以撒母耳記下點樣去講呢個押沙龍去聽嗰啲嘅以色列人嘅講話。撒母耳記下15章2節，佢話押沙龍常常早晨起來，站在城門的道旁，凡有爭訟要去求王判斷的，押沙龍就叫他來問他說：你是哪一城的人？回答說：僕人是以色列某支派的。因為呢個押沙龍去接見以色列唔同嘅支派嘅人呢，相反大衛嘅臣僕冇咁做，因而呢，押沙龍得到好多以色列支派嘅支持。因為咁嘅緣故，押沙龍大得民心，就起咗叛逆之心，最終發生政變，奪取政權，而大衛就開始咗佢逃亡嘅生活。而且喺大衛逃亡嘅期間係非常之匆忙，佢連鞋都冇着到，成面都係灰塵，就逃上到呢個橄欖山上面。你睇下聖經點描述當時大衛佢嗰個嘅情景嘅？喺撒母耳記下15章30節，佢話大衛蒙頭赤腳上橄欖山，一面上一面哭，跟隨他的人也都蒙頭哭着上去。嗱，大衛係咪真係冇能力同呢個押沙龍對抗呢？真係一個疑問嚟嘅。我會感覺，因為之前大衛逃亡之前呢，曾經有臣僕同佢講：我哋不如同押沙龍決一死戰，同佢有正面嘅衝突。但係大衛可能因為就係唔想同呢一個嘅押沙龍有直接嘅交鋒，免得佢嘅兒子受傷害，或者自己亦都可能受傷害，結果寧願選擇逃亡，就唔同佢個仔有正面嘅衝突。呢個都係一個愛子之心喎。但係佢個仔係咪咁諗呢？係另外一回事喎。當然唔係啦，係咪？佢個仔唔單止要奪取政權，甚至想要將佢個父王係置諸死地，亦都做出一啲非常之不道德嘅行為。咁呢個亦都係神向大衛作出相應嘅懲罰，就係押沙龍奪取政權之後呢，佢將大衛所有留下嘅妃嬪，大概有10個度啦，同佢哋發生性行為。喺邊度發生性行為呢？就喺個露天之下，日光日白，喺皇宮嘅天台上面，讓以色列人睇到佢自己同
大衛嘅妃嬪發生呢個嘅性行為。而呢笪地方我哋都知道，就係大衛佢當日睇到拔示巴沐浴嘅地方，係咪好諷刺咧？呢個神就係話俾我哋知，你做嘅行為，我就要懲罰你，就係同樣一個地方。你當時喺日暗中連同呢個拔示巴發生呢個性關係，我今日就喺呢個地方話俾你聽，喺日光之下，讓以色列人睇到你個仔押沙龍同你自己嘅妃嬪發生性行為。大衛為咗要重奪呢個政權呢，最終佢都要同佢個仔押沙龍要有呢一個正面嘅衝突。支持大衛嘅以色列人最終係同呢一個嘅支持押沙龍嘅軍隊呢係爆發咗戰爭。喺呢場嘅戰爭裏面，約押擔當呢個元帥，即係話大衛屬於大衛嘅人，呢個元帥約押就去出征嚟到去同呢一個押沙龍呢嚟到去打仗。咁大衛喺押沙龍喺呢個約押出發之前呢，元帥約押出發之前呢，吩咐佢同埋佢一啲嘅隨從呢，就千萬唔好傷害佢個兒子押沙龍，因為大衛其實已經好有把握，係會喺呢場戰爭裏面呢，佢會係必勝嘅，因為押沙龍佢之前最信任一個嘅嗰啲叫做親信啦，或者係幫佢去籌劃呢一個嘅戰士，一個嘅忠臣咧，就離開咗佢，所以大衛好清楚就係呢個又叫謀士嚇，呢個謀士咧就離開咗呢一個押沙龍，所以大衛好清楚呢場戰爭佢必定會贏，所以佢囑咐約押千祈唔好傷害佢嘅兒子押沙龍。但係呢場戰爭裏面，我哋會發覺押沙龍並冇聽呢個大衛嘅講話，最終喺戰爭期間，當押沙龍吊喺一棵樹上面嘅時候，約押就用佢嘅矛槍刺穿呢一個嘅押沙龍嘅心臟。喺呢件事情裏面，我哋會睇到就係押沙龍因為憎恨呢一個嘅呢個約押元帥，因為憎恨呢個押沙龍，因為佢燒咗佢一塊田。再者就係最重要就係，如果佢今日唔殺押沙龍咧，有一日當押沙龍佢重掌政權嘅時候咧，佢可能都性命不保。呢個亦都可以咁講，神對大衛作出相應嘅報復或者係懲罰。大衛用元帥約押喺一場戰爭裏面殺死咗拔示巴嘅丈夫烏利亞。今日神亦都用元帥約押將呢個大衛嘅兒子押沙龍喺呢一個嘅戰場裏面殺害，係非常之痛苦嘅事，令到大衛非常非常之傷心。我哋睇下當時大衛嘅心情係點。撒母耳記下18章33節，王就心裏傷昏，上城門樓去哀哭，一面走一面說：我兒押沙龍啊，我兒押沙龍啊，我恨不得替你死。押沙龍啊，我兒。嗱，呢度你睇到咧，即係父親愛兒子之心咧，係永遠都係一個真理嘅。我記得好多年前有一對夫婦。佢哋好愛佢哋嘅仔女，咁有一次佢哋出街去買餸啦，街市裏面就
將佢哋兒子咧同埋佢一對嘅兒女咧就鎖咗喺屋企裏面，大門關上並且閂上。好不幸，當時發生咗火警，結果佢嗰兩個兒女就監生就燒死咗。呢對夫婦好傷心、好難過，亦都好怨恨自己點解要將自己嘅兒女困喺屋企裏面，並且將呢道門閂上，結果就釀成悲劇。因為咁嘅緣故，佢哋自己最終亦都走上咗絕路，就去到一個地盤，就上到一個嘅未曾完成嘅樓宇嘅天台上面，就吊頸自盡。嗱，呢度睇到父母對兒女嘅心，佢寧願佢哋自己死都唔想自己嘅仔女死。大衛嘅心情，我哋都可以體諒明白。但係因為佢之前作過一啲嘅惡事，神就用呢一個最可以講話狠毒、最悲慘嘅結果嚟到去懲罰大衛。雖然我哋知道神對大衛嘅懲罰喺呢度告一段落，但係我哋知道神對大衛嘅懲罰係冇終止到，直至到佢死為止，因為佢所犯嘅事實在係一個彌天大罪。今日如果我哋細心去留意下我哋身邊親密嘅朋友，我哋嘅親人、我哋嘅家人，甚至我哋自己所作嘅行為嘅時候，你會發覺其實因果相應係必然嘅。你自己嘅行為，你所做嘅一切，你會留意下自己所作嘅一切，你必然會發覺呢個真理。喺加拉太書第6章第7至8節咁講：不要自欺，神是輕慢不得的。人種的是什麼，收的也是什麼。順着情慾撒種的，必從情慾收敗壞；順着聖靈撒種的，必從聖靈收永生。我哋一同低頭祈禱。天父，多謝你畀我今日喺呢度分享你嘅話語，畀我分享因果相應，畀我哋知道我哋所做嘅行為，我哋必定會付上呢個相應嘅結果，因為我哋知道你係輕慢不得的。我哋唔好以為我哋所作嘅一切可以瞞天過海，即使瞞得過人，亦都瞞唔過你，因為你係一個公義嘅神，教導我哋行神你喜悅嘅事，以致我哋能夠蒙神你祝福。感謝你今日喺呢個地方畀我能夠分享你嘅話語，祈禱感恩交託，奉靠我主耶穌基督之名，阿門。